冯小王，生水过来，我来替你按嘛。哦，恩师，我生的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是急性病。急性病，恐怕是鬼火太旺了吧？恐怕是阴阳失调吧？这病不要紧，数日以后迎风太会水淡，神风喜事精神上太会水淡一个包括眼气、心旷神怡呀，你用的什么药？家常用暖普洱茶。是呀，非地不能采，非是不能用哦。将心似气，小事家可他这样想可以不用了吧？丞相，那我去当教士。恩师，我生的乃是司马病啊！是啊，时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司马病，司马病哎呀，啊！我的病乃是为他而起呀！你的病是为他而起呀，是为他而起呀！恩师，你看，这是孟丽君的一张丝袜像。这是孟丽君的丝袜像，你看画的怎样？那我倒要仔细的来看上一看呐。恩师，请看。画得好，是画得好啊！哎呀，画得像是画得像啊！我说是画得十分好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像你。小姐真是不为不前哦！哪有什么不问哦？不惜是王邦天策三雨冬，未见他头外露真相。恩师啊，你引进中我有家音，真乃是话兵不能从计
无需交叉不用光。此今日好风一里碰不到，只怕他走了高官把旧情忘，我为他天天开路登佳音，我为他夜夜思梦梦难长，我一片真心为天表，他无动于衷为哪吒。他那里时时句句诉衷情，我这里帮帮衬衬句为难，他情凄凄为我思念长，他恨深深愿我旧情忘，他水流流雨中得此那苦此爱，我万千苦中他千不想，常言道山为路山难走，我心中有话真应讲，神色伴君是伴夫，无需把玩依来地方，只怕连累你王夫家少娃呀，再难杀人的此境。
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我出轨他了你？言气。他的为情深似海，来报伤。心呀，我的好心呀！臣下老女人，众下王神志不清，无血气，赵永雅受此。